12月18日特别公投啊，立委陈廷辉自顶个月就开始展开铁马宣传活动，这次来到新市区福寿巷北基店宣传，议员陈碧玉以及陈秋平也拢出席赞声，庙方也特别用千岁团车鼓灯来迎接，表达支持。因为因发动的天嘛，所以今天来到新市，温馨吉祥区东亚台的整队团特别来助阵希望就近来鼓励，我们台湾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台湾走出去这个公投我们能够顺利过关啦除了骑铁马宣传的方式，立委陈廷辉服务处也推出通讯软体模拟投票，要来加深民众去投票要安怎投的印象。其实我们在地方接到最大的声音是我喜不要拿投票，我要怎么投票因为大家投人都很习惯，知道反正看到名字看到号码就知道，但是我们的这一次公投票是没有号码的，它只有就是同意跟不同意，那大家就会很焦虑说，那是不是会像2018年一样，大家拿了一堆的公投票不知道怎么投，然后就是一次把它投下去，结果都是无效票。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跟几位议员，然后一起有用了一个叫这个模拟公投的部分这个模拟公投就是加入到我们的一个公赖的群组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按我开始投票，这个就是公投模拟投票，然后他就会慢慢的跟你说你要再投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票第一个就是17题，因为前面公投票我们已经都有了所以它就是第17题，就是按了不同意。另外，针对台独机关枪李伯章在 PTT 发文企图为林炳书的案件洗白，引起外界争议。由于李伯章过去曾经伫咧市议员单一顶服务处任职过，也予伊被质疑。陈廷辉表示，家己甲网军攻击事件无关，呼吁有心人士爱停止不实指控，强调家己是网军的受害者，请检调一概查核清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